之前同大家講咗點樣好快令你財富上一格。OK， 咁今日就講啲勁嘢啦。今日就係講緊點樣可以翻身或者逆轉。OK，咁一定同趨勢有關啦，係嘛？一定同你嘅工作模式有關啦，一定係同你嘅認知個思維係好有關係。如果你可能聽緊呢樣嘢，今日可能打緊份工，你覺得喂點樣財富逆轉啊？點樣去我明明可能揾緊一個錢一個月，我唔會下一個月即刻 double 咁樣，或者 triple， 就算 double 或者 triple 係咪反轉呢？其實都未必反轉嘅，因為好多時往往我身邊見到好多人係年薪過千萬，但係佢一個月係使緊100萬嘅開支。OK， 咁所以喺佢嚟講，其實財富冇反轉嘅，一個浪冚埋嚟，或者佢而家做緊嘅嘢冇咗，咁即刻破產或者即係抵受唔到嗰個下跌嘅咯，好嘛？咁所以首先我哋要定義點解要財富反轉，乜嘢叫做財富反轉？咁第一就係點解我哋要財富反轉？咁呢個唔需要講啦。咁我自己一路即係崇尚嘅就係講緊財務自由。我自己都唔係話要追求幾個零。因為去到幾多個零，幾多錢都好啦，其實好多時都係貪，即係一啲慾望嚟嘅，一啲權力嘅慾望啊，一啲快感，即係快感嚟嘅啫。其實係一啲多巴胺嚟嘅，即係冇乜意思啫。所以點解要修行？你即係當你修行，你又財靈雙修，你又知道揾錢嘅目的原來其實為咗自由，自由就令你可以即係花更多時間去做你真正想做嘅嘢，例如屋企人啊，例如提升你嘅心性啊，例如修行啊，例如可能玩藝術啊，例如去做運動啊，人際關係等等。OK， 所以我講緊嘅財富反轉，首先點解要咁做先啦？第二個定義係咩呢？就係去到財務自由呢個階段。OK， 咁一定係喺思維上要有一啲改變，如果唔係呢，即係永遠困咗喺個老鼠圈入邊，即係窮爸爸富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崎講過，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個老鼠圈，嗰個圈一路跑。咁呢樣嘢係即係根深蒂固嘅。其實好多時係從我哋嘅意識上面啊，同埋社會最上嘅階層，咁最想嘅係咩啊？就係想大部分人嘅人民係安居樂業。咩叫安居樂業啊？就係即係安分守己啊，打份工咁。所以在權者或者背後操控者呢，先至有生產力噶嘛，即係要有人有生產力噶嘛。你唔供一個30年嘅 mortgage， 咁你點樣俾一世嘅 management fee 即係管理費啊？你點樣去供一世嘅樓俾一世嘅利息銀行啊？即係我唔想講到好陰謀論，但係你睇到其實好多嘢係被設計出嚟嘅。教育系統係設計啲人去打工，教育系統係冇設計過人去做生意，教育系統係冇講過財務自由呢4個字呢寫確係嘛？咁但係有好多人有財務自由，好多人真係我識好多人自由自在，每一日就係去邊度旅居啊，去玩啊，去可能去修行啊都有㗎喎，係嘛？咁呢條路係咪冇呢？唔係冇，唔係好少人做到，唔係冇，係我哋嘅認知未達到嗰樣嘢啫。好啦，咁啊講咗咁多鋪墊啦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幾樣嘢啦，即係唔好話淨係2樣咁少，幾樣嘢係可以即係未來財富大翻身嘅。咁第一樣嘢最快講一講就係喺個思維上面啊，即係財務自由。咁我哋講財務自由就係你唔需要投入時間，但係會有收入，而個收入係夠你開支。咁呢個已經係財務自由嘅定義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你可以學好似周華山咁樣，喂，你真係好簡約嘅又得。咁可能好快已經財務自由添。咁你話喂，我都有一個基本嘅 standard 嘅，可能要照顧屋企人啊，喺香港某啲地方生活都要有個水準啊，咁又得。咁所以第一個思維係咩呢？你就要從幫系統工作賺取時薪或者賺取賣時間嘅收入，變成你要建立一個系統，用系統產出收入去支付你。OK， 簡單嚟講就係你要從幫系統工作變成你去建立一個系統。
OK， 再簡單啲就係咁樣。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幫系統工作噶嘛，例如你打工已經係啦。你就算自僱人士好多都係啦，因為好多自僱人士，譬如你開間餐廳，你即係困身嘅，基本上你時間仲多係嘛？你都係幫業主交租，你幫伙計出糧，你幫供應商攞貨，即係幫供應商賺錢啊嘛！即係其實你諗深一層，又唔係所有嘅生意咧都係令到你財務自由嘅，有啲生意係令到你財務更加唔自由，即係可能你揾到錢，但係你時間更加唔自由咯。好啦，講完建立你嘅系統之後咧，第二就係建立你嘅管道啦，建立你嘅多重收入嘅管道。因為而家咧同以前嗰個年代好唔同，而家真係好多唔同嘅方法啦、工具啦，或者你只要一部電腦、一部手機，其實你已經可以做到嘢，你已經係有無限嘅機會。同以前唔同啊！以前你真係要一步一步爬上去，係嘛？你可能要揾間公司，跟住學下嘢，揾個師傅，又要學習。如果大公司咧架構咧，你又要跟好多政治啊各樣去慢慢爬上去。但係而家完全唔需要。你諗下 MrBeast 全世界最紅嘅 YouTuber， 即係佢一套片係揾幾十萬美金嘅。咁佢靠咩咧？靠一部手機嘅就一開始，完全冇人脈，完全冇學歷背景，完全乜都唔需要，係嘛？所以其實而家機會係處處，即係分別在於個思維同埋你識唔識得用身邊嘅工具、身邊嘅資源。咁我自己其實而家都建立緊大約4至5個收入嘅來源啦。第一就係少少係一個分散風險嘅。第二的而且確而家揾錢嘅機會咧係太多，亦都唔需要嗱。除非你話喂，我要做一盤好大嘅生意，我全程投入去谷爆佢，跟住做到好大好大好大，咁就可能你真係冇時間做其他嘢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嘅咧，譬如可能你有份工作，或者你有份工，你有公餘時間咧，其實你已經可以建立好多收入嘅來源。咁呢 part 咧，如果有興趣就歡迎留言講講啦，唔可以詳細再講多少少，因為以上講嘅所有嘢咧，其實都係我自己親身經歷，即係我建立系統啦，用咗好多時間，咁亦都創立咗好多生意啦，咁又有唔同嘅投資啦，咁當然輸亦都輸好多，交好多學費，咁所以其實我就唔係嗰種睇完本書或者聽到個概念就講翻出嚟，即係我純粹係講我自己好多親身嘅嘢，再整合一啲領悟啊、資訊啊等等。好啦，咁講完建立多重收入啦，第三啦就係點樣令到你財富可以即係翻身跨越咧，就係我想講嘅嘢啦。OK， 而家先至進入戲肉啦，就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咧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